殷公主。季伯，怎么不见皇公子啊？子歇躲在喜房里不肯出来，我也正着急呢。他要不来，如何行这一拜大礼？我亲自去请他。这样不妥，不合礼制。有何不妥啊？反正他早晚是我的夫君。哎，公主，也好。夫君，今日良辰美景，夫君为何背对着我？夫君，姑母怎的好糊涂啊？竟然叫侄儿夫君！公主，皇公子呢？皇公子，皇公子不是在屋里吗？那是太子。太子。太子一早来给皇公子贺喜，然后就走了呀。蠢猪，那走掉的是皇公子。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。怎么出这种事？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。公主闪开！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怎么回事？拜。芈音，狄公主出嫁，你怎敢放肆？大王为后，替芈音做主。皇协拒婚，他跑了。此事当真？金华台里，太子穿着喜服，皇公子根本不见踪影。定是那芈月设此奸计，毒害婴儿。大王为后，千万不可放过这个芈月。芈月，告訴我，皇协到底去哪裡了？皇协是在与芈音成婚的时候不見的，我怎能知道他的去向？好硬的一張嘴，給我拿下！是。母後，那皇協被關在金華台多日，月妹妹日日與舒兒在一起。皇協走了，去追那皇協便是，怎怪在月妹妹身上？那皇公子定是被芈月迷惑了心竅，今日突然不見，定是與芈月早有預謀。你這樁婚事，皇公子本來就是不情不願的，強按牛頭喝水，得此結果也怨不得別人。舒兒，你給我閉嘴！我心裡明鏡似的，早就看出芈月跟你出嫁秦國是不懷好意，你還替這個賤人說三道四，把芈月給我扣下。母後，今日是舒兒出嫁之日，一身禍福均係此刻。芈音哭鬧較長，母後又要扣下舒兒的陪嫁應試。假若一定如此，不嫁也罷了。舒兒，月妹妹不走，舒兒也不走。舒兒糊塗，母後這是為了你好。大王，吉時已到，若錯過了時辰，與公主的姻緣不利。大王，這皇協悔婚是小事，楚秦聯姻才是大事。母
母後，眼下没有證據證明皇協的出逃與羋月有關，以寡人之見，還是得過且過，即刻啟程吧。這怎麼可以？有何不可？若不是你強行把米印許給皇協，事情怎麼會鬧到如今這個地步？微后明鑑，若再不啟程，就會錯過了吉期。秦王那裡在關外迎親的人也是有時辰的。況且秦國迎親使者手裡有陪嫁應妾的名單，突然少了一人，恐怕會引起誤會和猜忌。好了好了，啟程啟程啟程！等等，舒兒，也許你眼下還不會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你好。你是娘親身上掉下來的肉，我怎會害你？等你以後有了自己的孩兒，你便會明白做娘的一片苦心。母後，母後敬请放心，舒兒到了秦國，會擅自珍重的。往後山高路遠，舒兒不能陪在母後身邊盡孝，還望母後多加保重。吉时到，启程。哭鬧真是喪氣！來人，把他給我拉下去！為後不可以放過那個賤人！记得添衣裳，千萬別受凍。放心，